穆斯林的人口占全球大约1/4。台北市5年前就开始辅导业者要来打造友善穆斯林观光的环境。今年是有3个业者通过穆斯林友善的认证，嘛做伙来了解。台湾的饭店有提供予穆斯林祈祷跪拜的桌仔，也有可兰经。这是台湾的饭店专供为着穆斯林旅客准备的设施。伫台湾30几档的回国协会理事表示，台湾是一个对穆斯林真友善的国家，亲像台北都有2个清真寺，这是真侪穆斯林朋友会选择来台湾佚佗真重要的原因。这个地方你一进去，虽然不是一个穆斯林国家，可是有人看到你是一个穆斯林社会的人，然后他要来配合你，帮你准备一个地毯，帮你准备一些可兰经。那你觉得会不会感动？一定会感动的。根据113年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评比报告显示，117年全球国际穆斯林旅客会达到2.3亿人次，旅游市场的经济价值大约有美金2250亿。台北市政府强调，穆斯林的人口大约占全球人口的1/4。台北市自5年前就开始辅导业者想要打造友善穆斯林的旅游环境，也有推出认证。加强辅导餐厅加旅宿业者，穆斯林朋友很在乎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客房内呢要有镜下设施就是浴室的部分。那客房里面的包括了拜毯，还有一个卖家方向。台北市政府表示，饭店的下间有提供免治马桶，也是当冲尻床的设备，也是优先认证的一部分。因今年辅导30个业者，其中有5个景点，包括树林官邸公园、北照心外有机农场、北配寮历史街区，在福海午餐、桂园驿高边博物馆，阁有25个旅馆饭店。也若即马台北计共有将近100个友善穆斯林的旅游点。目前台北是全台湾穆斯林友善旅馆甲景点上侪的城市。台北市讲会继续辅导打造上友善穆斯林的城市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